到我聽朝早瞓醒，喺我房裏邊嗰幅白色窗簾仍然會俾風吹起，鬧鐘依舊會通知我已經7點鐘。媽咪嗰把溫柔嘅聲音會傳入我耳裏邊，喂，起身啦！我會眼蒙蒙咁同佢講，唔該俾我瞓多3分鐘啊，媽咪做我好心啦。我會好似平時咁日日返學遲到，俾老師罰我企走廊，逢考試分數都係紅色嘅。放咗學之後，我會同埋班同學一齊去睇櫥窗靚衫，有時又會一齊去食雪糕。呢一啲片段都令我覺得好開心。我真係好想過翻啲普通嘅生活，做翻個普通人。